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30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罗家军小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上帝主，谢谢你让我们在线上再一次的相聚，求你让这个时光成为神你所圣别的时间。未来的每一天，也许我们没有共读，我们在做读经笔记的上面，有主你的圣灵也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孩子们都可以得到神你天上的玛纳。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从1月到2月，我们会用灵修笔记的方式，来用至少15分钟的时间，各自来先读经文，然后再来挑金句、写感受，然后把今日的事情、重要事情写下来，也为今日的事情来祷告，能够今日毕。那我们也可以和组员或是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做灵修，也愿上帝带领我们在接下来利未记还有民数记这个每日灵修共读的操练。那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的最后这个主题的最后一段，神在世界上的公义。那这世界上的公义是从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是圣洁，是神所喜悦，是用心灵虔诚的侍奉，并且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13章讲到了要顺服在上位者，因为这权柄是来自于神，我们不能去冒犯神的权柄，但是也要懂得分辨。如果是这个在上位者，他是悖逆神，不荣耀神，甚至是敌基督，那我们应该要辨别是非善恶，要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那昨天在第12章的后半段，对不起，这个是前一天。昨天是第14章第13章的后半段，讲到了说我们要知道神的用人，并且要彼此的顺服，并且呢要知道说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一切律法就是爱人如己。在爱人如己这件事上，同时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就是用耶稣基督来装备自己，不要纷争嫉妒。那今天要继续在14章来继续这个重要的主题，因为保罗的主题就是一个带着一个，同时但是这个主题呢连接的非常的密切，以至于我们很难从罗马书里面去切断保罗他所要讲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看见整个罗马书的主题就是围绕在神的公义的这个性情上面。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是这个部分，基督徒除了与权柄与国家的关系，那基督徒呢与彼此之间弟兄姐妹信徒的合一的关系。好，那保罗又再回来讲到在教会内肢体的关系。那保罗可能也在写罗马书，写到罗马教会当中的信徒，包括犹太基督徒、外邦基督徒。那保罗也预期这些犹太基督徒落在教会当中，会产生一些在生活还有在这个信仰上面，然后规矩上面的一些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纷争，所以保罗呢预先来做了一个说明，或是已经发生的，保罗在这边来做解释。但是他不是带着责备的口气而是用教导的口气。那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到
9章到10章呢，好，那也是讲到了，保罗也是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讨论关于这个禁忌的教会当中禁忌的事情。那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是人在哥林多，所以他可能也希望预防罗马教会遭遇到哥林多教会一样的分裂的事情，所以用哥林多的经验好来劝告罗马教会。所以关于14章到15章的13节，我们可以对照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8章到第10章。好，那我们请家军先带我们来读第14章的第1节到第6节。信心软弱的人，你们要接纳他，即使他有不同的见解，也不要跟他争辩。有信心的人，什么东西都吃；信心软弱的人，只吃蔬菜。什么东西都吃的人，不要轻视那不吃的；只吃蔬菜的人，也不要评断什么都吃的，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了他。你是谁，进去评断人家的仆人？他的主人不能判断他的成败得失吗？何况主能帮助他，使他有所成就。有人认为这一天比那一天重要，也有人认为所有的日子都同样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见解。有人特别重视某一天，表示他对主的尊崇；有人什么东西都吃，也是表示他对主的尊崇，因为他为所吃的食物感谢上帝。有人不吃某种东西，同样是表示他对主的尊崇，也感谢上帝。好，谢谢。那13章讲到基督徒对权柄，就是对我们有权柄的，就是指基督徒对上的人。那14章讲到基督徒对信心软弱，就是我们认为他软弱，就是其实对下的人。好，那14章的第1节讲到信心软弱的人，大家要接纳。好，那不要以个人意见来下判断。好，那信心软弱的这个信心软弱是什么？不是说他不相信耶稣基督，而是对自己的信仰，从自己的信心当中，或是信仰当中，跟神的关系当中，他对于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他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拿香？基督徒可不可以到庙里面？基督徒可不可以算命？等等，每一个人信心的程度不一样，所以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有的人觉得完全不可以，但是有的人是认为完全不需要。不可以跟不需要这个意义差别很大，所以保罗说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就是信心坚强的基督徒不要替信心软弱基督徒在这些犹豫不决的事上替他做主。我们不能够去强制，那说你就不可以，你就不应该，而是要照顾他的信心，所以让每一个人都有学习自己靠主做决定的机会啊。好，所以应该要让他说你跟神祷告，你只要通常我们会说你觉得平安就去做，你觉得不平安就不要去做。那要体恤信心软弱的这些的人的软弱，不要强把律法的思想加在信心软弱的人身上。保罗举了饮食的例子，犹太人有饮食，还有节日的日子的这个例子，要接纳弟兄的选择，并且牺牲自己的自由来，就是信心坚强的人要学习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接纳信心软弱的肢体，因为信心软弱的可能会所以很多信心软弱的他反而过的是一种敬虔，看起来敬虔的生活，修道的生活，就是他不做很多事情，不吃这个，不破那个，不去那个，他什么都不做，要以免是什么得罪神。但是信心坚强的呢，是一个不受律法约束，用信仰来带来自由的人。所以跟我们所谓的软弱坚强有时候是相反。我们看到很多人很守规矩，可是这种规矩的背后可能是某种的信心上的软弱。有的人专门破坏规矩，好像大卫吃了陈设饼的这个饼，或是耶稣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掐了麦穗，或是在安息日去医病，好像做工，这种不是表面看起来的不敬虔，但是呢却在神来看是与神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罗马书在让我们突破的地方。那不管吃什么东西，
彼此不要轻看或论断。好，因为犹太人对于在市面上卖的东西的处理方式，不一定是合乎犹太人的标准，干脆吃素不吃肉，以免犯法。那保罗警告信心软弱的人，不要因为食物或守日子去定罪信心坚强的人。好，所以有一些在教会当中，好，这些信了主的犹太人，好，他们看到这个已经信了主的其他的人，好，就是没有按照犹太的规矩，就开始去指责，好像使徒行传第9章，这个彼得，好，在约帕，然后异象当中，上帝看到很多不洁净的东西，让他拿起来吃，好，然后再带领他，好，去哥尼流的家中为他外邦人来祷告，好，所以就是要他学习不去定罪。因为上帝都已经接纳这些人成为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凭什么比神更严厉去定这些人的罪呢？上帝既然接纳他，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彼此论断。所以我们不是奴隶的主人，保罗用这样的比喻啊，这个奴隶必然不是我们的，那可以批评论断的这个奴隶的对跟错呢，是他的主人才有资格，我们外人呢，不用去插手，不用去插嘴。所以基督徒都有他的主人。每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其他的人的主人啊。我们既然没有所有权，就不应该去批评论断。所以只要是第5节到第6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看这日都一样。只要个人在自己的心意上坚定，守日子的是为主守，吃的人是为主吃，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感谢神。所以只要是为主吃不吃，为主而做的事情，都是感谢神。所以我们不用去强迫对方。所以这个2种极端，信心软弱和信心坚强的，应该要学习他的彼此的主，我们不是对方的主人，而神才是我们的主人，所以应该由主来判断。而我们呢，应该是要用感谢的心来看待。好，再请家军带我们来读第7节到第12节。第7节，我们当中没有人因为自己活，也没有人只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活也好，死也好，我们都是属主的人。为此，基督死了又复活，目的是要做活人和死人的主。那么你这个人，为什么评断你的弟兄姐妹呢？为什么轻视你的弟兄姐妹呢？我们都要站在上帝面前接受他的审判，因为圣经说，主说，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人人要向我屈膝下拜，人人要宣认我是上帝。这样来说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向上帝交账。那从1到12节呢，都是讲到每一个人他都是在基督里应该是得着自由的，而我们不该用我们自己的自由去干预限制别人的自由。没有人是为自己活或为自己死啊，就是我们人来到世上呢，我们的存活都在于神，我们的生命气息一切的动作都在于主，所以我们来到世上有神的命定。而耶稣死而复活，成为所有死人的主，也成为所有活人的主，又死又活，是做了死人和活人的主。所以基督徒选择生活方式，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基督，因为他是我们活人的主。当我们死了之后，也是我们死人的主。所以基督若悦纳每一个人他对神敬虔的方式，愿意救他，使他因信称义，我们就不用去替别人担心这个人的敬虔是否被基督所接纳。所以10到12节，不要轻看或论断其他人，特别是论断弟兄，就是论断主内的肢体，教会当中的组员或是弟兄和姐妹，因为每一个人要自己为自己的行为向神交账，向神负责，不是向我们交账，也不是向小组长交账，向牧师来交账。保罗说这一段呢，保罗是对这些信心坚强的人在发言呢。因为信心坚强的人呢，他可能也会反过来去批评你为什么这么软弱，你为什么这么害怕，然后又去批评论断。那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必要站在台前呢，这个台就指审判了。现在作为译本直接用审判，没有讲台这个字。那以赛亚书的45章23节，那保罗引用这边放在11节，做了小部分的修改。万膝必向神跪拜，
万口必要颂赞称颂神啊。所以每一个人每一张口呢，都是直接对着神，不是对着人，也更不是对着我们啊。所以我们都是要被审判的人，而非审判人的神。我们要避免去评判或轻看其他的主内肢体，尤其在一些不影响得救与否的生活方式上面啊，我们要必要各自对神负责，所以不必在别人的敬虔上面去论断，还有指指点点。保罗在这里呢，讲的不是只有讲吃喝或是守日子跟得救的关系，而是讨论信徒之间不同生活方式的一种态度。那关于吃喝、关于守日子、关于得救呢，在加拉太书第4章的8到11节，哥罗西书的第2章16到23节，提摩太前书的第4章3到4节，有提到相关的讨论。但是这些食物的禁戒、节日，在因信称义罗马书的真理当中是非必要的。好，那我们之前已经花很多的时间学习这些律法，只能带我们走到60分。我们要怎样进入到完全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呢？是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好，再请家军带我们读13到16节。13节，不可在信仰上使人跌倒，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评断，应该立下决心，不做任何使人在信仰上跌倒犯罪的事。我凭着跟主耶稣的密切关系，确实知道食物本身都是洁净的。如果有人以为他不洁净，那么对这个人来说，他就是不洁净的了。如果你因食物伤了弟兄姐妹的心，你所做的就不是出于爱心。不可因你的食物毁了一个基督已经为他死的人，不可使你认为好的事得了坏名。好，13节一直到23节，就是14章的结束呢，是讲到基督徒的爱心，好，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那1到12节就是前半段，好，针对信心软弱、信心坚强这2种人的教导。那13节到23节是针对这些信心坚强的人，就是他不受到律法的捆绑的人，要他们不要因为享受自己的自由，反而去伤害了信心软弱的人啊。好，13节说不要再彼此论断，宁可立志，好，不让弟兄跌倒。好，那这个立志呢，就是定义，好，不可再批评论断，宁可决议或是定义。好，那这个字呢很有趣，在希腊文当中呢是同一个字。好，那这个字在第10节出现，你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在13节说，宁可定义不给弟兄放置障碍或绊脚石哦。好，所以这是一个保罗的文字游戏。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不论断人，是自己决意不让弟兄跌倒。好，这2个字是同一个字哦。好，所以在罗马书，好，我们会看到这个字跟这个字呢，好，会前后呼应。那14到15节，保罗说，虽然知道这些信心坚强人，虽然知道不需要禁戒食物日子，或是节期守律法，但是为了弟兄跟为了爱弟兄，就是爱主内肢体，宁可让步哦。好，所以这是一种就是去以基督的心为心，好，去体贴人的软弱，特别是体贴人信心上的软弱，好，因为他可能怕到他完全会，他让他的灵呢，好，就会成为恐惧的奴仆，好，因为在最终的人就是仍旧害怕，好，但是呢，圣灵来是帮助我们，好，不再惧怕，我们是呼叫阿爸父。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的信心，反而让别人的忧愁，忧愁就是去触怒或是冒犯或是愁苦，而去败坏人的，使他败坏啊，就是败坏就是让他痛苦苦恼，生活毁损，就是使他的信心呢受损，好，让他更加的害怕。所以马太福音第15章马可福音第7章，好，耶稣都说从口里进去的不会玷污人，只有从口里出来的才会玷污人啊！这是耶稣对食物、对这些洁净不洁净食物，耶稣的标准就是这样。
所以食物本身呢，不是洁净人，但是呢，是因为律法使人的心产生各样子的连锁反应作用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常年遵守饮食的规律，律法之下呢，他们认为吃某些食物还是不洁净，即便怎么样的祷告，即便怎么样子的敬虔，好，那有人可能去被逼着吃他们认为不洁净的已经洁净，但是他们心中认为不洁净的食物呢，会让他，所以有的基督徒也会这样，他吃了都会有这种心理作用，强大的心理作用。他可能去到庙里面，就会觉得头晕，他觉得吃了一些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想吐。他可能去了某样的场所，他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这都跟信心有关。但信心软弱的呢，这种真的会影响到他的，从灵里面影响到他的身体。所以信心坚强的人，他在庙里面也没差，他吃了什么他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他也不会去被这些的事情所捆绑，但是要去彼此的体贴，所以不要因为食物的事情，让自己被人毁谤，就是不要因为我有这样的自由，我就爱用我的自由，就在人眼中看起来哇，好像是一个大罪人哦。好，那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他宁可为了这些信心软弱的人，他宁可不吃啊，因为呢，不吃啊，因为他吃若不是出于信心，好，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好，所以罪跟信心呢，好，还有律法呢，好，这几件事情呢，好，就是罗马书所要呈现出来的。好，接着再请家俊继续带我们读17节到23节。17节，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在于饮食，而在于圣灵所赐的公正、和平、喜乐。这样侍奉基督的人，必定得到上帝的欢喜和人的赞许。所以我们要追求那促进和睦、彼此建立群体生活的事，不要因食物而破坏上帝的工作。一切食物都可以吃，如果你所吃的使别人在信仰上跌倒，那就不对了。所以最好不吃肉，不喝酒，不做任何使你弟兄姐妹跌倒的事。22节，你对这问题的看法怎样？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所认为对的事上不自责，是多么有福啊！可是如果他对所吃的食物心怀疑惑，那么他吃的时候，上帝要定他的罪，因为他不凭着信心吃，任何不凭着信心而做的事都是罪。好，那到23节这一段呢，保罗让基督徒的爱心是一个是要救人的，不是要害人，不是要使人下地狱啊。那17、18也是我们昨天主日的分享。好，这一段，神的国不在乎饮食，是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好，那在这几样事上服事，这几样呢，它的原文是一个单数，就在这个事上。好，这个事是包括了公义的事、和平的事、圣灵这个喜乐的事情，所以这个事呢，都是在圣灵的当中所发生的，所以不是公义的事不是3件事情，是1件事情。所以这个公义、和平、喜乐，也是一个我们基督徒追求的三位一体的生活，就是公义带来和平，和平带来喜乐。而上帝带来耶稣，差遣耶稣，耶稣差遣基督。那这是又是3又是1啊。那我在这几样事情上面呢，来带着服侍神的心，追求公义，不会追求不公义，追求和平，追求喜乐，这就是一个得到为人所称许，就是经过验证，是一个真的经得起考验，是真的去会体贴，这样的信心呢，才是一个健康的信心，而不是只有为自己而活，为神而活，他要为人而活。很多信心强大的基督徒，他要怎么祷告，他要怎么敬虔，他要怎么服侍，他只为了神，然后活出的火热的生活，但是他不考虑人，以至于呢，他与人脱节。好，那让人无法亲近了。那要追求和睦和彼此建立的事情，不要在食物上来毁坏上帝的工程。好，那并且要避免别人因为自己吃食物的这个方式而使人跌倒。
好，所以上帝让好不容易救了这个人，让他有得救的信心，他愿意相信耶稣。但是今天又看到其他身边的人，好，使他又回去到那个恐惧当中，魔鬼的网罗当中。好，若是这样，我们宁可不吃啊。好，所以22到23节，有信心很好，但是在神面前自己持守就够，不一定要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样，但不要在有怀疑的情况下去吃好这种各样的食物，或是做各样的事情，以免犯罪啊。因为23节说，若疑惑而吃，就被定罪。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所以我们应当要去顾及这一点。好，这是一个属灵的人会有属灵的眼光，好，会去参透万事，而不会只想到自己，就是只有单向的，或是只有跟神，而是会考虑了你我他，好，能够学习公义、和平和喜乐。好，我们进入15章，好，再请继续带我们读第1节到第6节。第1节，不求满足自己。我们信心坚强的人，应该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分担他们的重担，而不求满足自己。我们每个人只要为其他信徒的益处着想，来建立共同的信心生活。因为基督并不求满足自己，倒是像圣经所说，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圣经里面的话都是为教导我们而写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借着忍耐和圣经所给予的鼓励获得希望。愿那位赐忍耐和鼓励的上帝帮助你们有同样的见解，学习基督耶稣的榜样，好使大家一起同声颂赞我们的主耶稣的父上帝。好，耶稣不是保罗要我们以基督为榜样哦。好，这些我们信心坚强的人，好，所以这一段呢，保罗也是继续讲到这些有信心，好，而且不受律法约束的人，好，他应该要当代没有力量，就是信心软弱的人，而不求自己的喜悦，求谁的喜悦呢？求神的喜悦哦。好，所以保罗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信心坚强的人，好，所以他甚至辩论好到底要不要受割礼这件事情，好，辩论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好，那他用他的信心，好在这个大家的耶路撒冷会议第一次教会的大公会议上，好，就定下了最重要的这个以后的规矩，就是基督徒不是靠割礼，好，就是靠信心，而不是靠割礼哦。好，所以基督徒不用接受割礼啊这样子的规定，但是要接受是心里的割礼啊。好，那要使邻舍喜悦，而且要使邻舍得益处，所以荣神益人，好，这是一件事情。好，当我们荣耀上帝呢，就会使人得益处。那当我们荣耀上帝却没有使人得益处，这就不是荣耀上帝。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荣神益人的生活，而不是只有活在荣神当中，却对人一点益处都没有。那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讨论8、9、10，然后继续讲到方言祷告的事情。好，那用再多的方言祷告，却没有叫人得到益处，那保罗宁可不用方言祷告。但是若是方言祷告可以使人得益处，那他的方言祷告是比众人还多。所以第15章13节，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也是爱的真谛啊。好，那所以哥林多前书的8、9、10、11、12、13，好，跟罗马书的14、15章呢，好，都可以互相来参照。诗篇69篇的第9节，就是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好，那这是一个大卫的预言诗啊，好，预言这个弥赛亚的受苦。所以耶稣基督所有承担，好，这不是大卫承担，而是大卫他写出耶稣基督好的这个感受。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不只是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所有就是一切的羞辱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好，所以我们应该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而不是只求自己的益处，是为了求众人得救。那整个圣经呢，神的话呢，是为了我们信的人而写，我们透过坚忍还有圣经的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啊。好，所以才效法耶稣基督，追求一心来荣耀神，好，来过荣神益人的生活。好，所以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好，22到33节，好，这是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好，那最后一段，好，这个15章的第7节到13节，再请家军带我们来读。向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为了荣耀上帝，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我告诉你们，基督为着要显明上帝的信实，做了犹太人的仆人，为要使上帝对族长们的许诺得以实现，同时使外邦人也能够颂赞上帝的慈爱。正像圣经所说，因此我要在外邦人中颂扬你，我要歌颂你的名。圣经又说，外邦人要跟上帝的子民一同欢乐。再说，所有的外邦人要颂赞主，万民你们要颂赞他。以赛亚也说，有耶西的后代要出来，他要起来统治外邦，外邦人要仰望他。13节，愿上帝就是那希望的泉源，因着你们对他的信心，让你们充满各样喜乐和平安，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好，那所以第7节呢，要彼此接纳。好，那这是保罗对教会的交代，也是他罗马书他的教导，他的教导的这个几乎是一个 ending， 后面就是讲交代琐碎的事情，就不再是信仰上的教导。所以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好，那一路到这里，好，他应该会怎么样的运用在他身边，在教会当中，好，因为基督接纳我们不同的背景，好，让我们都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活。所以耶稣也成为犹太人的仆人，那他又怜悯了外邦人，好，那所以耶稣他也爱了犹太人，也爱外邦人，好，所以第9节是引用诗篇18篇49节，第10节是引用申命记32章43节，第11节是引用诗篇117篇的第1节，第12节是引用以赛亚书的11章10节。那连续的引用呢，好，是为了要来支持保罗他的论点。就是神爱犹太人，神爱外邦人。好，那这件事情呢，好，从第9章之后呢，就一路讨论到现在。好，那怎么样把它整合在一起？好，所以呢，保罗最后是用13节的祝福。好，愿赐盼望的神因你们的信，好，这个信呢是出自于神的公义，才能够有和平，才能够有喜乐。好，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啊。好，所以爱是永不止息，而这个信望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而这个爱是出于信心，这个信心是出于公义，神的义，与基督的关系。好，所以这一连串的这样的教导呢，好，让我们在读任何的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做很快速或是直接的连结。好，今天第7节到第8节讲到，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若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呢。好，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死了，基督就不见了；我们死了就找不到神了。好，或是我们活着，好，我们很多的忧虑，为今天、为明天、为各样的事情忧虑，好，而不是我们是一个有主同在，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也不去论断，因为神的国不在乎饮食，在乎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喜乐，这3件事情是一件事情，都是在圣灵当中，就如同圣灵的果子有9样，但是也是1颗的果子。凡这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赞许。好，所以能够怎么样得到人的赞许，又得到神的喜悦，就是追求公义的事情，追求和平的事情，追求众人能够公义和平而有喜乐的事情。好，在神的国当中，在人的国当中都是好事。好，那愿赐，好，所以圣灵9果也是一样。好，这些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好，那最后的13节，愿赐盼望的神因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和平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力大有盼望。好，那我们在周报上面有这个每日的灵修，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就来练习哦。今天所读的罗马书14章1节到15章13节，你可以挑一个金句，接下来写下今天的感受，并且呢为你今天所要进行的事情，好，重要的事情写下来，然后再为这些事情祷告。好，那也求圣灵的帮助，好，愿上帝与我们同在，也每一天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即将要读完罗马书，在这一段读罗马书共读的旅程当中，圣灵的带领，还有借着上帝的话，还有借着上帝的仆人保罗他亲身的经历，让我们能够与
与基督来连结，同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被更新，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再次能够来效法基督。求你也赦免我们的软弱，体贴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在软弱当中信心能够不断的长大。当我们信心长大、坚定、坚强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回过头体贴那些刚刚信耶稣的，或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或是已经信耶稣却活在恐惧当中的肢体弟兄和姐妹，我们能够彼此来帮助。也愿神带领我们操练灵修的习惯，以及在2024即将要结束之前，让我们能够在今年继续的数上神的恩典，看见我们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我们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神啊，我的心切，努力如露切不溪水。